睇房時間，今次我入住嘅就係露台房間，官方報露台房間面積為22平方米，由影片可以睇得出真係指實用面積，設計採用民宿風格，但係呢一間旅舍咧就唔設有雙人床房間，只有單人床房間。不過單人床嘅面積比較大，床褥咧就偏硬，舒適度僅僅合格。床頭位置並冇任何電源，但係書台位置咧就設有拖把。電視係普通數碼電視，有 HDMI 位。房間亦都竟然有提供抽濕機。浴室空間同樣充足，設計風格一致，但係就可惜冇我最中意嘅浴缸啦。對於呢一間旅舍係真係推介大家露台房間會比較好一啲。價錢相差唔多，但係房間嘅品質咧就會相差頗大。住宿體驗非常好，